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绪剧场，心心的秋莲啊！心心早伊甲阿母做的手链仔，要送互乐乐、琪琪甲康康。我有礼物要送互大家哦！什么？江江，这个手链仔有够水哈，是我甲阿母做伙做的。咱斗阵挂，这是好朋友的标志哦。心心乐痛搁期待。哈，不过我感觉挂手链仔足麻烦呢。而且手链仔较适合查某挂。我嘛安尼感觉。想莫管这啊，行，咱出去踢球。赞哦！乐乐、琪琪甲康康甲手链仔线手放伫心心的桌仔顶，走去外口啊，敢若留心心一个人。因哪安呢？原本掠准好朋友收到手链仔会足欢喜，想袂到因毋但无说多谢，嘛无愿意挂，心心感觉真郁卒。请问大家，敢有人知影खे有倒七种色？上课的时，老师问全班同学。老师我知影，哈，琪琪你讲。是红色、感仔色、黄色、青色、蓝色、空色、叫我色。无毋对，真好。心心知影答案，当要举手回答，煞互琪琪唱大声。哪会安呢？心心的心情搁较郁卒啦。刷落来，咱用खे的这七种色来画一把美丽的图。画图的时，康康一个无细字，画笔画着心心的洋装。康康，你甲我洋装不垃圾啦！是嘞。虽然康康虽会失礼，心心煞毋接受，规个面拗嘟嘟咧激气。我袂吵康康啊！上骹球课的时，乐乐拼死手球，毋过动作伤粗鲁，去弄着心心。足痛的，乐乐，你弄着我啦！心心，是的，你有要紧无？虽然乐乐一直会失礼，心心煞毋愿原谅乐乐。算办公会的时，心心甲同学共时间摕到物件，两人煞拢认为是家己先摕到的。心心总算忍袂住，大声哭，大声发，大家拢惊一条，毋知要安怎。这是我先摕到的，不是你，是我先摕到的。明明就是我先摕到的，我唔管啦！心心今仔日哪会安尼？对啊，伊平常时都袂安尼。心心平常时真温和有礼貌，今仔日煞哪像一只尖胃。心心，你是安怎？大家拢无咧要伊啊！敢有？阮拢有甲你做伙耍，无甲你放伫边啊。对啊！大家拢想无原因。你拢无介意我做的手链啊！心心哪讲，哭甲搁较伤心。原来心心是要伊手链仔，因总算了解啊。心心，是的，阮毋是调工的，你专工做手链仔互阮，阮煞无好好啊说多谢，你一定足失望。心心，是嘞，阮以后一定会改进。后摆阮会记得甲你说多谢。康康、琪琪甲乐乐互相提醒对方。我嘛无应该无欢喜，就对人使性的，是嘞。心心冷静落来，对家己伤到受气，
感觉真歹势。咱来唱阿母教我教的欢喜无法歌。乐乐开始唱阿母教伊的，互受气变作欢喜的歌。直要喷火啊，赶紧来唱歌！直要爆炸，赶紧来唱歌！做伙大大咧，来甲生气讲拜拜！紧来陪我嗨嗨咧，来甲生气讲拜拜！这首歌足趣味的。对啊，逐摆唱了，我的心情就会变好。咱搁唱一摆。大家对乐乐大声唱，心心感觉心情有影好真济啊！直要喷火啊，赶紧来唱歌！直要爆炸啊，赶紧来唱歌！做伙大大咧，来甲生气讲拜拜！